楚云霄，你认识我？无耻！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当时就该一针扎死你。冷星辰，冷大夫，小心！刺客刚刚就是朝这边来了。这不是冷大夫的房间吗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冷大夫，刚才府上来了刺客，可能朝你这边来了。你听见什么动静没有？没有。那好，今夜府上不太安全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好，知道了。走。出去。冷大神爷，你够狠毒的呀！出去。我本来呢只是来抓刺客的，没想到看到了美女出狱。哎，不过你这皮肤还挺白的。你，星儿，我有个地方想带你去。我不想去。相信我好吗？你先闭上眼睛。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看星星，看月亮。亏你还有闲心看啊！最近发生了这么多大事，你就不担心吗？从之前方寸山庄，到百花楼，再到重欢阁，罗浮客栈和刺杀我们的黑衣人，还有一直想要前往山庄的那些人，这么多大事，你都不想了吗？我想啊，我早就想过了。我觉得呀，应该就是那个幽灵公子搞的鬼。幽灵公子啊？为什么？我又不是那个大坏蛋，我怎么知道？你放心吧，我们慢慢查，一定能查到真相。当下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。冷星辰，我喜欢你。星儿，你知道吗？这传说中啊，每个人都有一颗本命星。人死之后，肉体消亡，这个灵魂和本命星重合，亘古长存，亘古寂寞。可有一些耐不住寂寞的人，就化成流星，燃烧自己，去追寻前世的爱人。如果有一天我化成流星，那我去寻找的人就是你。你醒了？那能不能把我手放开？要被你掐断了。你体内余毒未尽，暂时不要乱动。疼吗？不疼，
才怪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我心疼。我想借你的肩膀靠一下。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病人的份上。什么？我说你脑袋进水了，很重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的，有心儿照顾。是没事儿。齐轩辕，如果你再晚来一会儿的话，这会儿啊，我们估计正在去楚府的路上。报丧，你不是中毒了吗？我中了你的毒，毒入肺腑，刻骨难忘。星儿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女刺客的事，我会尽快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我不要你的交代，人家姑娘还等着你去娶呢，你可别做负心人。我警告你啊，小心我用针扎你。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。睁开眼睛吧。星儿，余生太短了，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吗？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星儿，此生能遇见你，一定用光了我所有的运气。一生太短，你要好好爱惜自己，我才有更多时间爱你。